哦，两个字啊，我袂晓啦啊，我会晓拍啊，我倒，这人是啊，两个字两个人拍带啊，唔对啊，我袂拍倒啦，啊，我拍倒啊，你讲你拍带啊？两个字，弯的，我这两你看，今今日这两对哦，拢是咱哦，咱这个家族啊内面哦，上模范的夫妻啦。哎呦，不过哦，阮这边的有较乱淡薄啊。啊，别介小就乱啊。嘿嘿，阮鹿港来的啦，阮叫做鹿港哦，下桥啦。哦，啊下桥是安那下桥，因为哦足乱的。啊，我请队长来甲咱讲一下啦。可以叫一个咱的队长义军。你好，这是我的新专辑，是小姐。哦，这是谢谢。精卫三瓦工，精卫三碗公啦吼，这是咱正宫哦。正公今仔我队长我是正宫，正宫嘿嘿嘿。正强啊，这主强啊，啊这油脂啊这，跟啊，你要介绍恁兜的秘鲁无？左干。来人，来人，我来人，单水医生先啦，是哥哥啦，是这边到老爷弯威的对啊，不，老爷弯威佫唔是登岗，这灯光足可怜，伊今日来吼，正宫一定爱带来。是啊，一定啊。啊，另外一个宫吼嘛是爱带来，嘛是爱带来，嘿，迄嘛是咱的队员之一。是。嘿，若看到因三个，你就感觉这个画面哦，真好啦。真和谐嘛，和谐嘛，是，真好，真好。盖赞的盖赞。好，咱先由正宫来讲一下吼，伊的新歌。对，我新歌。精卫三瓦工。精卫三瓦工，然后是我的新专辑，不过这个嘛是非常的可惜，嘛是甲咱淡水先生合唱。非常可惜。嘿，恁公司是无人啊？我查甫较少，查甫较少啦。不，唔是安尼，是因为阮两个默契较好。好，来，个另外一个明显的。大家好，这我的专辑嘛是先送下美食记啊，感谢。这我好姊妹啊，好姊妹啊。这首歌吼嘛是骂这个无情的查甫人啦。哎呦，无情的哎呦。我送阿咪。八面玲珑嘛，左右逢源嘛，哦，安尼嘿啊，放我家己一个人安尼吼啉酒。不准安尼啦！这个家庭哦，乱就乱伫遮，乱伫感情足好的，对哦，才当安尼乱啦。这会使你我讲来讲去拢无要紧。是，无对，这是大宝，吼，啊，这是算讲咱细姨啊，嘿，啊，毋过是足幸福的哦，足幸福的吼，啊嘛是出专辑，咱一定爱甲支持，吼，大宝甲咱细姨啊，吼，嘿，啊，毋过哦，边啊两位就较略啊，淡薄啊。我较无了解是点啊？一个是正宫的哦，不要紧，咱先吼，好落啊，正宫的某迄落查某囝来介绍一下，好不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欣武，然后我是这两位的查囝。这两位的查囝啦，这两位后母啦。哦，啊嘛是拢真疼啦，真疼嘛。嘿，咱看大汉的嘛吼，嘛是拢真疼。好，啊，咱搁刷落去的咧。大家好，我是伟贤，我是欣武的。细汉时的囡仔伴，哦，啊嘛是，对啦，嘿，啊嘛是甲当做敢若查某囝共款啦。你熟悉嘛？遮久啊呢？20多年啊。我几岁就几年啊。不过恁那边嘛是真幸福。偌幸福诶！过甲偌好，你知外高煮食，阮这边嘛高煮食，恁这边嘛高煮食。恁这边两台，阮这边嘛两台。对啊。来，咱介绍一下。欢迎一下阮这队叫做后头上阵，阮的队长咪咪。嘿，今日换伊做校长啦。系啊，头一届。出头天啊，出头天啊。可怜的，咱来点点。小女姐。对。今日咱想着讲，互伊换你来做队长的咧。系啊，因为家里拢带我的爸爸妈妈来。后头上阵。我来，对。一个伙仔来甲恁。这部来奖金，耍游戏，对啦，耍一下游戏，赚一下奖，赚一下现金啦，沙菜金啦，你应该压力足大的。对哦，听讲我的这个台语无啥介好啦，但是来到今仔日咱这个什么专家有机会吼，有机会，哦，机会，地位，而且咱上好的台语出来甲咱拼。介绍者，然后这阮丈我阿梅姐阿米姐啊，阿米姐啊，是阮你规个咱淡水人嘛，阿梅姐啊，淡水的迄个林长，所以大家那个周末咧，拜六拜日拢爱带规阵人去阿里山啊，吼，就偌大啦，四界去耍安尼，哦，安尼趁进迄林长办活动就对啦，对，人缘爱好嘛，啊，那这边哦，妈妈会带爸爸去无？袂哩。
华哥，我跟你讲一个话，你甲华哥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。好，先不管这个，拢甲讲来，啥物不管来，这个讲出来。嘿，华哥来淡，水人拢知啦。来，快呀快呀！你淡水的朋友你看你后，你莫讲我伤超过哦。你安尼害我就无话通讲啊，唔知你讲啥。是啊，无啊，你去钓鱼啊，你有钓鱼的朋友啊？我甲朋友讲，有啊，我钓鱼的朋友足多，我钓足大尾鱼，无钓咧足细尾。拢是规钓大尾钓细。来，华哥边仔咧，边仔是我的地虎啊，哦，地虎啊，是。诶，甲都市园有一个妹妹，哦，是。你好你好你好，嘿，你好。几个你？哦，两个你。你是我的什么？看手，看手，哦，健康，健康。哎，两个你，迄个该变生拍物件，你行到生什么？你上爱讲我逐工安尼。几个你？你三个你。哦，健康。迄人啊，要死去时倒咧头壳哦，头壳内拢会走过什么？几个你？一日倒顶吼，大家一日倒顶啊，囡仔一日倒顶吼，拢袂使甲吵，为什么？几个你？五个你，有啥物哦？囡仔一日倒顶，迄个。健康。来，三个你，迄个死狗死囡仔，我后边白面，你真正是咧。哑巴叉，无，陪酒，对你，陪是对，陪，讲着较过来安怎？六陪，讲着安怎？我在听，嘿，陪听，第三个，好健康。来，两个你，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什么？你转掉，迄个两个你，咱咧食鸡冠，咱参要青色的什么？好健康。健康哦。迄个两个你，迄个咱今仔日佚佗咧耍人会飞无？这足轻的，风吹，足轻的，坐飞机，唔是两厘，能力，蜻蜓，对你咱咧做什么？蜻蜓，骨什么？头，唔是，地，唔是咱种稻啊什么？丢啊，嘿，啊健康。诶，几个你？六个你，哦。做来，三个你，做对啊！啊我做唔到是有够安那？更小，啊三个你哦，更小，无，啊对三个是一个是花，啊一个是啥物？草，什么草？加起来，草，哦，健康。我你家在无拍的啦，拢无放弃呢，我拢赞，你比较高对。今嘛真是咱目前来看吼，咱龙眼到今嘛上强的11地哦。哦，11地啦。咱第一个是讲迄个，你讲改变生啥物货？你讲过记得啦，你啊，迄是迄个啥？迄个伊较特殊啦吼，无字边啊一个形身的身吼，嘿，迄个较罕见看，罕见看。迄个台语的正，嘿，到无书店吼，就用这字，啊，过来，细粒，迄个细就是细来细去，迄个细，嘿，所以就是并不是迄个咱一般讲碎碎念迄个碎唔对啦吼，就是细来细去的细，对，啊，搁选少，迄是种叶啊平的字啦吼，啊，迄字后旋的音，有旋的音，啊，选少就是旋吼，诶，迄个音安尼，吼，啊，参 A 吼，迄是后有腔口差，有的人是参伊，有的人是参呢，吼，参呢参呢，吼，啊对，啊，见小草这。哦，险啊！我心中想要跳出来，我想你唔知讲会出来，讲袂出来。对啊，哎，这是真特殊的吼，好，真高啦吼，要再来调。谢谢老师。破，咱就加油啊破！来，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哦，那艰苦的时候，老师，几个你啦？那我赛，啊健康。来两个你我若做唔到代志，跪啥？贵个，正盘，健康。两个你，我看到我甲伊甲我甲另外一个查某安那。秀气，唔是，你两个加套，健康。哦，谢你，我若你交流做看好，穿足水的安尼，要你白面啊，迄啥？哎，老冰人他，冰人谁？健康，哎啊，啊就谢你，啊我你讲啥我都唔知哈？操伊啦，啊？谢你，多咯。啊，听雷。健康。哦，恁兜是啥？三二，阮兜。迄边，今仔日的对名叫啥？对名叫啥？哈？今仔日的对名啦。
对名叫啥？你看一下啊。对面。来你啊！哎，谢你，还囡仔人安尼还啦，拍阿嬷咧，谢你，不是，咱拢会讲囡仔啦。乌甲啥？牛甲龟哈？乌甲啥？哈？你讲啥？第二你是世甲啥？大。嘿，什么大？不对，啊，这条，哦，两个字啊，我袂晓啦，我会晓拍啊，我倒，这人是啊，两个人。唔对，啊，我袂滑倒啦，我滑倒啊！你讲你滑倒啊？两个字，豌豆。我这两你看，白菜。啊，叫你拜，你都坏啦。水来这，水气。嘿，两个字，啊，气。过来，来，会使拍数，三一啊，那边再拍数，拍数后一个，好来后一个，好来，哦，我来请安尼，哦，叫我五字，这个颜色啥？两个颜色。白色色。我你，五字，好你讲对不？你捉起落诶，你若迄个。哈？了解啦。時間嘛夠啊因為啦，這色哦，咱就是講落去，咱就知影。對啊好，不要緊，時間夠，來，請回。破哥，來，咱來看一下分數。哎，破哥，咱今嘛得到8題啦，哦，不過我比較正哦。係啊，哦，意思嘛，攏正都下下啦。拍嘛，我你行這個拔刀行起來，我講拍帶，哎，不過我聽了起來哦，這邊的題目敢若有的字較困難哦。較歹翻啦，吼，好來，不要緊，咱來問老師吼，來老師，啊，其實拄只大部分的字較無，其實顛倒比這組來講較無台語專用的字呢，攏比較華大共通的啦吼。啊，毋過有一個就是你都講，領導，啊，結果是啥物？叫迄個後頭厝啦吼，啊，後頭厝嘛有人會講另外一個詞嘛吼，嘛有人講外家啦，應該有聽過啦吼。對啊，當然有的人會講，啊，啥哪要講外哦，安尼敢若足青分的，所以較愛用後頭厝這種講法。啊，其實兩種攏有人講安尼，啊，迄個無大無細，其實這個細嘛有腔口差，吼，有的人是講細啦，吼，所以講無大無細安尼，吼，嘛有這個講法。他拄啊，迄個破哥有一個拍數，叫做氣什麼？赤白白，因為看嘛啊，你赤白話音啦，啊，就那親像形容，敢若迄白啊，迄種雞絲龍區有無？啊，尖尖的一支一支安尼，哦，赤白一個形容啦，嘿。